呢款隱形眼鏡咧，可以令佢日間清楚睇到嘢之餘咧，仲可以控制到佢近視咧，唔會加深得咁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小演員 Hayden。我中意演戲同埋表演，不過有陣時拍戲戴眼鏡好唔方便㗎。如果有啲喐動嘅畫面，眼鏡就會阻住。長期唔戴眼鏡，仲有可能近視加深添㗎。初頭嗰陣時咧，家長咧可以輕輕綁住佢用嘅，但係咧過咗一段時間之後，其實小朋友自己都好快已經可以 handle 到咯。其實我依家都唔使理佢噶啦。咁佢嗰個入泡式設計咧，用起上嚟更加方便咯。咁我唔使擔心佢洗得唔乾淨，跟住會引起發炎咯。每朝唔使1分鐘就戴好，控制近視之餘，仲唔使俾眼鏡阻住我拍嘢添啊！好啊，嚟啦！控制近視，擺脱束縛，試下日拋式近視控制隱形眼鏡啦！